欢迎收看。欧北威廉，今日我心情真好，我边有坐一个女神。啊嘛，你最近心情都无好啊哈！但你卖看你两个老公老大头刀呢？哎，你嘛是20年前的女神。我你久啦30年前哦。你老嘅。哎呀，高！你知影伊较早是顶世纪的女神，你是即摆的女神，伊是顶世纪的女神。啊，恁两个差不多同时的啦，伊学姊啊、学妹啊安尼啦。差不多。大学生20年前的时阵，啊，伊即摆，我有看。你看因的时阵，你做囡仔的时阵几个3岁？什么啦？国中。国中。生过伊安尼。生袂过啦。犯法啦。会啦。较勉强啦。我今仔来宾是。今日来宾是甲台中有关系。有关系哦。进前来过啦。哦，你来过。啊，我拢无念到伊的名。无，伊迄个乡吼。伊是有足侪音的啦，香嘛，还是香拜嘛，就是比如讲香港的香金汤嘛，啊，毋过伊即个香吼是迄个乡里迄个香，香啊，林香，你香甲足香。啊，毋过今仔日伊毋是特别来宾，伊是主要是要咱的精神来较好的安尼。欢喜的啦，欢喜的。今仔日是甲台中有关系哦。甲台中有关系。台中有来宾吗？对，台中，你会想到啥物？我会想到故乡啊。哦，台中你嘛我虽然是婚姻出世的，但是我是伫台中大汉的。啊，所以若想到台中，我会想到交泰，我的高中。哦。啊，若想到台中，你会想到黑妹。迄啥？黑妹啊。高音啊。台中上尾会加一个妹。妹，啊个阿秀。秀是台南嘛，外公秀。我台南啦。我台南。啊，若是你哦，用目睭安尼捏的是高雄。阿兄啊，来请问一下，若想到台中，你会想到啥物？雅集。倒一间？逢甲。逢甲啦。想到夜市啦。啊，若想到台中，你会想到啥物？若想到台中，我会想到大面鸡。大面鸡。哎呦，你有食过啊？我食过一摆。你哪会知？我都接受呢。我感觉是米掺的鸡内底哦。我感觉大面鸡，有一个足特别的，有一个手势。有一个甜味啦。大家人的口味咯。那你有在地。啊，若想到台中海产，想到啥物？想到台中，我会想到海派。超甜啊！袂当讲迄啦。人啦，伊讲人。你是讲人哦？人啦，你是个海派啦，你头拄仔讲的海派啊，我台中人。今仔日要介绍的这个人，伊甲阮头拄仔讲的物件拢有关系哈。咱来邀请今仔日台中在地，好不好？地头蛇啦！张立东阿东啊来啊！对啦，阿婆脸皮真大，你车尾做烧的，我用我记载袂当。哎，你高中台中一间？台中高工。台中上厉害叫台中一中，啊高一第一厉害叫台中高工，有影无你讲？大学嘛读足好的呢。你大学读啥？天大地大台科大。哎呦喂！台湾科技大学。无简单。我迄当时考入去专攻第17名。安尼啦，啊你是叫谁开钱，叫谁帮你考试？靠家己。靠家己啦。那遮厉害啦！我自细汉就是算会晓读册。有影。啊你啊听伊讲来这个节目对无？嘿，拢是前辈嘛。来宾拢是对不？甲在地有关系。秀清姐啊，对啊，白云哥啊，嘿啦，我伫这间嘅改10年啊，终于行到这个坎站。无简单。你爱叫我一声哥，钱开了啊，钱开了，无钱啊。所以无人这假讲是最后一集，这季的这一季最后一集嘛，无法度，无钱嘛，佫差一集啦。啊钱开了，我想讲，那会突然打电话给我。而且重点是安那，你知道？你是特别来宾嘛？哎。啊，毋过迄个林湘的介绍我比你较对啦，我是特别熟的来宾啦，特别熟的来宾啦，特别来宾。莫听咧后白讲，所以做欢喜的啊。这集主要要靠你啊啦。哦，嘿啦，啊若讲到台中，你会想到啥啦？我会想到迄啊，我迄当阵拢浪球啊，浪球嘛，啊，还有泡沫红茶。哎呦，红茶啊！迄当阵的约会就是泡沫红茶啦，去遐看漫画。平常时听讲搞读册，爸爸妈妈拢足熟的啊。你妈妈敢会做小你的？伊是烧的啊，伊是拍了会烧，烧了会拍，烧了会拍。但就想要给你拍呢啦，你常常我拍呢。问看卖啊，你去用拍上忝的迄届是安那？
迄当阵我台中高工嘛，伊就迄当阵也讲，伊一定爱甲我考到台湾科技大学，爱考到第一学，我就卖读。啊，我就讲好，但是我就一直算嘛，高一咧算，高二、高三咧算，算到高三用，感觉唔对，心情无好咧，对无好。我看了迄补习班啊，有迄黑马班。有可能2个月就一直在绑迄大有无？我一定要考到台科技大学，安尼，啊，我就去报迄，啊，我妈讲，敢若有效哦，我就去报，迄一个大楼嘛，可能5楼是补习班，7楼是弄球的，所以我来甲迄个学费，去弄球，甲房输赢目标。对，啊，就是因为有一届课本无查。结果早起去咧补习班讲，无这个学生，哇塞，俩包啊，幽灵学生啊，伊安尼甲你处理，打电话我来讲，伊就我7楼，伊会7楼哦，甲你上过1楼，我弄球弄到做黄页嘛，弄球伊就甲安尼，俩等，你今摆在创啊？你给我等，吊起来拍，吊起来拍，一边拍边考，所以迄个画面我是做震撼。伊那甲你审那考，伊就讲我辛苦工课赚来的钱，啊你讲，啊你骗我你去弄，你糟蹋人，你无效，啊生到你这个了囝。所以我迄当时我嘛考，因为我感觉我不会干安尼，因为我妈妈工课做辛苦，所以我就讲啊妈，我即马认真读册，即马还有1个月。你要改过啊？我要改过。有去补习班吗？无去，因为钱开了，家己弄了啊，我就真正开迄1个月。我就考了专攻17名。你搞读册呢？无简单，无简单。这个故事我听起来，伊敢若是想要斗，是咧用伊妈妈的故事咧斗大，伊家己足老。你头我讲完那问你啊，你啊，你的故事那听起来拢足感动的，啊，不过上尾敢若是咧臭屁咧养家。王爷，咱问出来，像的啊，你敢有骗过阮妈？哦，你有骗过妈妈？骗过恁妈妈啦？你有骗过家己妈妈无啦？敢若无诶。无，拢无。你用就乖吗？我讲我你交男朋友无讲？就亲诶。啥物话拢会讲？就亲诶，就亲。安尼你会骗啥？男朋友有无？有骗过？有吧？哎呀吧。我是一个就诚实的人。真的吗？我是一个很透明的人。你细汉有和爸爸妈妈讲过吗？有诶。为啥物？讲妹妹抢牙刷。啊？这古水，甲小妹仔吹着唱起面啦。起面啊？有啥物要唱？有公主，有较水的。较水的。有一个是 Elsa 的啦。有较歹的。较歹的。哦，一个是阿喜呀啦。哇塞，你莫看。一个是兄的啦，一个喜啊，我要这个啊，啊歹啊。我甲你，我入喙齿足清气的，我甲你讲。你摕你是愈袂当。啊，你细汉的时阵，甲阿嬷拢定接触就对啊啦。嘿，因为阮国校的单亲家庭，所以呢，我就是互阮妈妈嘛，对阮妈妈。啊，爸爸是走一代。爸爸迄当阵就是有另外一个家庭啦。哦，你跟我差不多啊。嘿，啊我，对，我就对妈妈嘛，甲阮妹妹拢对妈妈。我是对爸爸的。啊，因为妈妈本来是家庭主妇，啊，即摆变去外口上班，我就甲你顾啊，所以我都顾，所以就爱教阮顾迄外婆。哦，教两阿妈，安尼你甲阿妈一定足好的。足好的。阿妈今晚搁伫个。阿妈即摆伫缅甸啊。哎呀。上感动的、上会记的是阿妈，你甲有发生啥物故事？甲阿嬷，因为阿嬷年岁大人，伊可能有塞车，伊可能有淡薄仔，因为细汉时阵伊就会藏伫偷仔藏伫面，但是伊会偷仔互我知影，伊藏伫倒，伊就藏做慢呢，妹妹唔知啊，藏做慢呢，嘿，互我看我要藏伫倒，所以伊拢知影我会去遐，阿嬷真正，摕一寡，南山的啦，就是摕到有一天，伊感觉伊就甲我讲。伊摕伤济，阿妈袂无钱啊！看内夫报回去啦，就是漂亮。伊惊我做歹代志。哎呦，那对，所以伊对我一直拢做好诶。啊，大汉到后壁伊可能糖尿病，所以较严重诶时阵伊就住院，然后迄当阵就差不多来这个经济界，差不多第1年，迄当阵我伫国光帮忙啊，做助理主持，阮迄个节目。差不多是暗时11点播出，所以对一个年岁大的人，迄是算熬夜啊，伊咧困的时阵啊，啊，迄当阵呢，其实伊
伊是看无啥有嘛，啊到后壁伊真正离开啊，啊但是伊是边仔有一个甲伊共款住住同共间的，嘿，啊伊当初伊就甲我讲，恁阿嬷毋管偌忝，伊11点就会看你的节目是拍开，啊拍开呢，啊伊就讲，阮孙仔拄入去即个演艺界啊伊做好笑的。啊！你嘛甲支持，这就感动的。帮你有，哎，啊，有人对，啊，边仔迄个，即马后壁嘛变成我的粉丝。哎呦，阿嬷拢安尼，阮阿嬷逐工看黑白威廉，看过来拜，看过来拜。阮阿嬷甲我讲，伊看伊讲，这个着奖哦。还袂搬呢。无啦，伊。讲出来呢。你就烦的呢，你讲出来时，大家都拢看有啊嘛。黑白乱讲。我袂讲啦，嘿啦，安尼听讲恁阿嬷就拄好嘛住咧这附近哦。对，住在这附近。还是要去遐看卖啊？哎呀，就去踅踅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这有迄呢，加斯茶啊呢，加斯茶啊，哇！水哦。台湾 LV，第七场啦。台湾的这就是品牌。拍卡的景点啊。哦对呢。哎，无咱来拍一个啊，拍一个。你上后翕相啊，你讲教就要 pose， 就，嘿啦。第四，安怎这样比较好看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就比试尔咧。精算呢。安尼就好啊，契合。第四次。好啦哈。重点是表情，表情啊，快点啊！安尼，啊吹开开哦，啊，水开开咯。啊，要变2零咖啡啊。啊，哥安尼哎，安尼啦，这第二个。安尼啦，哦，安尼，安尼啦，一个镜头啊，安尼。哎，你这搞的呢？嘿啦，王美啊，哦，那老家。水噶。嘿啦，啊听讲来到遮吼，伊讲穿一寡足水的衫啦，啊生了足水的才人穿。啊你感觉你？敢有2领啦？你感觉恁衫会像较水安尼啦？安尼一定要回清啊！恁两个像较水安尼，这个是一定水的。两个都歹镜啊那恁两个。你3件啊？你3件好。阮投票啦，阮投票啦。两个摆会要景一个好看的啦。我多谢你哈。你啊，你夜景的啦，上面晒貂蝉啦。交到九头抓啦。好一件啦，啊是三组咱3个来景啊。好啊，你3件啊？好啦。你讲啥海话哟？啊迄啊。下手啦，阿是嘛倒手安尼啦，江水的吼，江水的啦，江水的啊，哎呦，哦，这两衫落去啊，这两衫落去，阿喜啊，滚头定定这咧，阿喜啊，这阿是嘛安尼啦，好来哦，1、2、3，举手。多谢。我甲你讲，我感觉你较水，啊，不过因为我拍迄倒手查某囡仔，迄我的电影。你做宣传呐？阮都爱做啥，我就做啥。安尼，你这届就先卖钱。先免换吼。安尼就恁两个换啦吼。我拢卖钱。衫你卖。我想衫咧。想卖衫啦。来，起牌你要买钱啊啦。有2领哦。好来。哎，有3领，就阮3个做伙穿过来啦。避下裤。动啥？要斗你较歹，安尼恁3个做伙穿过来。哎，迄领足够水的呢。安尼啦。会好看呢。伊遐内底啊，买到像比基尼啊。啊，伊啊换比基尼啊，做水的，对不？算哦。一本写真的出这个，来了，咖鸡多少写真？台湾 LV， 台湾 LV， 因为我这啊，你哪变足球员？哎啊，你若创个食敢若红包咧，你是咧怎啊？你是足球员啊？哎，你这个足球诶，这是有足球员。会当啦，哦，哎，大家形拢无共。还是要去加上的有无？哦，安尼啊，即摆你过来翕一张。哎，这真正是较早的旧厝改的啦。旧厝改的啦。啊，伊即摆拢有卖少啊台，台中的特产。
对吧？当抓，当家酒。台中人的灵魂啊！对啦，你嘛是食物件拢爱南西吗？对，台中人的花吼，伊的红是当抓的红。红啊，嘿啦。头家，头家啊，甲你少问一个问题好不？好。这间较早是啥？那只老安尼古这间第四市场是1932年起的，哦，已经92岁啊。 1932年对，的菜市啊。对。你看这下看到它是啥有无？这啊应该是卖鸡啊。卖鸡吧？哦。头前你辣椒酱也是卖豆腐的。豆腐的哦。啊，迄个看板是旧的留落还是改过的？旧的留落来。留落来啦。对。啊，这应该是敢若18大，还个边啊，豆咸嘛头200外大，还个台中有一个建国市啊，700公里大，啊了。伊就讲较老练啦，较老练，啊，遮都无嘅。伊遮就差不多停20年。啊，这当时改做安尼的，这。2021年啊。几年啊？这几年大概4年前。4年前。都新的呢。都新的。啊，就是政府落去改变了，啊，阮来经营，啊，所以阮那种市场的物件，里头唔是讲食物就爱用当抓。对，哎，咖啡嘛一定爱当抓。唔是啦，咖啡臭迄敢会啉的？哎啦，阮这边就是。没。伊无较咸嘛。啊，但是有淡薄仔当抓香，咱拢要点共款，啊就各别行啊。咱台中有当抓，搁有啥？满意嘛，对啦。满意人哦，满意是一种菜啦，一种菜。我阿姨啦，较早人吼，台中人较散的时阵吼，来做菜的时阵食满意配饭。因为迄是做麻绳。用的条啊来春的啦，那边是的啦。对。嘿啦，迄嘛明蛋。放地瓜。哦，安尼麻烦你甲阮出菜者安尼啦。好来啊！当抓咖啡，我要啉咖啡，我要啉咖啡。这树公那敢若怪怪安尼啊？因为这树公咱即马强调环保，所以这是草。这草，德哥吧，德啊吧。伊那是德讲迄共款，是蒲草，啊，这种就是伊康心的。康心啊，伊遐嘛有节嘛，是拉去来通破嘛，才会使用。我们那树起拢草啊味味啦。对啦。应该有拍打过。就有拍打过啊。会安尼像环保呢？对。而且较早哦，古早迄落拿迄杀手要米的水底嘛，是用这草啊咧算。对。对无？对。啊无你就看迄查某囡仔说你讲，哎呀，你也讲去了。推荐。对，安尼来感受一下，恁感受一下。你点这？啊，搁像你买啥点的？因两个做伙啉，啊，阮三个做伙啉，啊，你家己啉，安尼。吼，啊是你要你头家做伙啉是不买。我家己啉。我嘛讲我来讲得啊。怪啦，你嘛甲你嫌啦。爱拉无啦，爱拉无。拉。伊这有淡薄粉红啊色的感觉咧。对。哦哟。We ready, let's go. We don't back down, no. Feel the baseline. Feel that bass from head to toe. Come to the William Show. 有咸呢。这有香蕉啊。这个味足特别，甜咸。啊，这是东泉本来就是甜咸，对台中人讲者。做好啉的。这个淡薄袂歹啉呢。啊，你淡诶。好啉。咱是放牛奶糖，啊内面有掺一寡淡薄海盐，咸。真神奇安尼啦。这敢若阮食有一寡巧克力内面有加番茄啊，其实是足好食的呢。根本是我拿无食，我你拿较嚼，我竖起来全部拢咸蕉啊。你是放喺大坑下骹？对啊。你爱讲啊！你叫我拄到深的，我直接拄到香蕉。无啊，人因拢是有拉较酸，拢拉较酸诶。有无？赶快。安尼就好食济啦，感受就无共款啦。溜啊，迄个当泉的迄个咸味甲香气。香香 Q 皮。
啊，满意的来唱的。满意啊，换一组啊啦，来啦，来来，做伙啉哎，你真正甲台中的名产拢甲透落呢。一定爱啊，这嘛爱拉你。对。一定爱拉。看起来敢抹茶。哎呀，对啊，啊这个满意本身，满意本身无啥物味啦，淡薄仔草味。煮起来时阵满意本身有可可。台北是正确的吗？满意的小小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够味够味。我食过。伊是水溶性纤维，所以本身就是有多糖体啊，所以本来就会安尼啊。哎，这我哈。会赞哦，就赞，因为伊食起来满意会带淡薄仔口感的味，所以你啉起来哦，甲啉到迄抹茶是同款意思。这最好啉的呢。刚刚奶昔。这袂去日本的吃起来哦。哦，这阮无同款的。大人去啉的抹茶。因为满意个会香香嘛，所以粘稠感，伊就伊变成敢若奶昔。奶昔对。哎，这袂歹呢。有当吧？当叫会大呢。当山吼较特别的口味啦，但是这吼可能大家较习惯。这大家州潮州，有潮州吼，潮州潮州。咱个满意原本是干啊，5月到10月才有的。 5月到10月咧。你看伊这就是阮做粉啊，粉搭麻，定前就先存起来啊。哦，你不管什么时阵就当拢对。一年四季拢有当食着这啊。有啦，有啉几啊吹啊，这好啉啊，过关啊啦。来就来啦，你们家最佳的啦。有啊，今日这啥货啊？香肠阿伯18啦，啊哦是啥？哦是咱台南的麻，白色的是麻子。哦，试看卖啊。 哎，伊内底真正是18啦原肠呢。无唔对。啊，你顶头当山那个运的就对啊。对，即马咱食当庄会使哦。哎，哥哥。那你讲当庄会使。哥哥，土豆粉啊。巧克力种爱咸甜的。哦。你都该安尼炒的啊。咱唔是迄个煮雪糕嘛，是安尼炒的。你种对吧？会买得到啊。土豆粉。酱够粉拢有啦。我拢有。对。哎，最好介。哎呦。 有介啊，会食了啦。对对。我隔壁啊。你的意思我即摆陪对哈？对，还是加一组的啦，加一组的。对啊。哦，还有好。哎，你安尼食，搁啉迄咖啡就你。安尼当然买哈，规嘴拢是当做，我当然买哈。伊这甜嘛最好食的呢，内底麻糍有够 Q 的啦。哎，因为伊的芝麻是咱台南国产的，台南的麻。 是安尼，好食。好食吼，安叫做麻意麻糍，啊，搁配咧麻，有叫做加满意，加满意，麻意啊，大碗个满意。我这有较好食呀。对啦，小罐甜甜安尼。对啊。啊，因为伊的麻意本身就是有一寡口感。哦。啊，你去食这伤，这较甜啊。这其实是足甜的，按不这啉落了，迄个甜吼，顺的啊。啊。安尼辣做袂鲜啊。袂鲜，你啥物意思？袂味。袂鲜。袂鲜啊。分腻。分腻啦。就是有尊的意思。嘿啦。哎，人咧食物件来讲，海米啊，对不对？拉萨米啊，讲了也没对啊。无啦，我甲你讲，为什么要讲垃圾物了？垃圾食，垃圾大。我把你规人食到这悬。这我介意。传统甲新的，而且食麻芛鸡对身体就好个。对，各位，那个会降血够寒无？抗氧化。哎呦，瓜，个敢若嘛会哦。一关关回爸爸。会生肝未？哦，肝我就较看唔捌啊，看唔知，看唔知，伊是个，你是看唔知伊这个人啊，是看唔知瓜。伊这些，我嘛知影，我是讲，由于是降血糖、血压，你考到我。阿文啊，你是叫阿文。因为我是年岁较大，一些少年人我。哎叫啥？林香啊。看查某囡仔。对啦，那你对的。无啦，即大中人我就爱熟悉啊。啊，你敢知我嘛大中人？你嘛大中人，我唔知。我厝要伫隔壁尔，你哎。还是上有机会转来才食物件。你讲这若是平常时开到当时休困。阮是拜一到拜四休困。
跳啊舞，无啦，啊，拢叫困都袂做啊。拜喜啊，哦，拜一，啊，拢免做啊。对，是讲拜一个拜四啊，拢免做啊呢。台中人不爱趁钱，我爱谈白谈呢。我当初来到法国，就是这样早起10点到下晡6点。暗时也无做就对啊对，啦。因为这暗时这样较少人啊。哎，这日时嘛较好翕相啦。而且迄个壁吼，有差不多11点外有一个壁，迄个光线翕出来就水。这太阳安尼照入来，咱个恁本来就水啊，所以无一定爱靠阮这个光线。我讲到安尼，哎，你们先来跳。够新的物件要来啊！够吗？够有我看到啊。够假的哦。哦，来，这可丽露吗？这够吃了，够冰淇淋哦，这是爆米香哦。水哦水哦。这都水的呢。对对。啊，可丽露另外迄是啥物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以我即马对你的了解，对，两件。唔对，这个跟蚂蚁有关呢。我知影，头早阮有人有讲，我安尼我食看嘛。就是韩籍。韩籍啊，地瓜，有啊。蚂蚁的爆米香啊。蚂蚁的爆米香，啊好食呢。会放番薯，会哈，袂歹。会哈。无，啊因为蚂蚁汤内底就是爱有番薯。对啦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做这个可丽露的时阵嘛，是因为伊内底是靠蚂蚁粉，啊，落去加这个番薯豆做伙啊。较无遐甜，对。袂歹。你这个摕去比赛啊？你冰淇淋加这爆米香做伙食嘛袂歹。也切切啊，对不？好食。这个好食啊，偌好食，偌好食，就好食。你安尼，食好食，我你来机会，偌好食，食好食。对。各位叔叔，啊，我袂骗讲，人学这。对，这是我这年纪才看过啊。哎，市长，阮是不是爱食较紧的？因为你讲的迄个光线特别射你你的面，看无啊？哎，你这四港有咧卖哦？对，你要水果盘，水果盘这怎？啊，这就是你会当可能地抓啦。你这西瓜就细了。水果盘。啊，叫金针花啊来。遮有当洗过，会当买物件。啊，这是嘛是妈做的哦老酒。哪里有卖妈做你哪里算的？对，这样会晓。我袂晓。这你袂晓。市场袂晓啦。市场来这来你袂晓。哎，你无擦衫的，我就凊彩盘哦。这位来市场有人做。林香的运动神经较好，影响太像。对啦，你就知影撒互别人就对啊啦。对。哎呦，哎，啊，伊来个，我讲，你只要两两个都赢啊，你就做市场啊。两个就市场啊。你莫搬落咧，过一摆，过一摆。你讲没有？盘啦。这看起来够困难，台中人台湾人出来。哦，两个啊，两个。无人会晓。有人背无啦？无好，表演给你看。哦，光无好来。两个。哦，这有运动细胞的啦，高粱公的，你做搞的哦，你做搞，你我厉害！市场，哇你啊！伊不只要生的，也要乌龙水药。你洗红阿花。袂啦，阿袂够，阿袂啦，时间袂够啦，我是讲伊乌龙要洗药咧。卖乱啦，阿袂够的啦，嘿啦。哎，这拄啊，咱食迄满意的爆米香，对啦啊，够香蕉我上的爆米香。边的啦，哎，我想要食东泉的爆米香，食看卖啊。香面的，好食。最好食。伊甲迄个香米摕掉啊，芳在芳哎啊。，这会当，这会当配酒。对这刷嘴呢。对啊。甜的，伊这边迄糖落，互你袂咸啊。对啊，因为我当初伫遐做的时候，阮就是甲伊讲吼，袂当伤过甜了，变做你食三嘴了就不爱食。这边那嘛应该。对。要满。
哎呀，我们找东西啊。来，你拄啊像他三个，厉害。这个咱你这边起码市长话伊做，起码市长你较输伊。这摆我带你来去 DIY 啊啦。呀，市长。来 DIY 去边？这边好来，这边哦，这边。哦，这啦。要做地毯呢？哦，做地毯啊。无学过当用，这搞干安尼。对。无学过当变安尼。会使啊，这大家拢是无学过啊。你现场有老师吗？哎，我就是老师。你个老师，你这款钱你还要赚？你什么钱都要赚？你咖啡嘛要卖，你饼嘛要卖。人做节目你嘛换一粒换一束衫嘞，你啊请你来。不然咱时间无够啦，你已经够啦。啊，要做啥物图，家己画吼。因为时间啦，咱我做一个猫爪。好啦。你现在就是讲这个，来试看卖有无？插落，这个爱插个底，哦，爱打诶，哎，等落，你无试，开啦，无开灯，你是咧？哦，试看卖有无？哦，安尼就有线。无，你也要看的，你嘛是爱安尼。哦，要转对，哎，所以你，哎，你这中甲中唔好伤密。啊，无拍了会伤高对哦。对。啊，有一芳呢。啊，你有一芳咩啊？对，无啊，因为这是伊挑工要有一芳的啦。对啊，而且边仔是碰碰。你是看后壁迄边对对，主要是看后边。哦，去哦。对。后壁老爸爸嘞。我看一下啦。哦，后壁生毛出来。对啊。咱试看卖好。试看卖，安尼，那个整起哩。安尼有无？哦。标后壁生气啊！你后壁生气啊？正面怎样喏？我正面袂歹啊。伊正面看袂出来。哦。哎，是吗？另外咱擦啦，我人体验者。你试看卖，你试看卖。用来试看卖。这里要爱动较厉害的嘿。这用诶。你做厉害的呢。就大来的。对啦。我有问题。哦，你问。是安尼走还是安尼？我一条啦。你就一条安尼起就好啊。好。对啦。哦。啊，有好满啦。办事就好。你是讲搞拍枪的？哎，安尼大家拢会晓啊。来试看卖，当然温州啦。好。迄落。阿辉啊，穿哪东？阿喜啊，线哪扭？嘿安尼。认真嘛会使做事。你真正足搞诶，足搞做诶。哎，表现袂歹哈。袂歹。真好。一个厝就会当分工啦。一个红要去打吹。卖啊，细细念啊。细念啊。要甲做较。哎，怕你。你话家人讲你好念，你就出错啊。哎，别人讲你单要。安尼。对。哎。阮某生气啊！阮某搁生气啊！台湾拜。阮某逐工拢海幸福搁出现。哦。边啊，两组那会遮差哈。这上慢的搁上差。慢工哦。对啦。出世话安尼啦。出世话。你咧做歹看。耶，差不多啊。我看者。要求阮的足水的。是唔是？你讲什么？差不多会当写啊，好无？我讲到你把我喙齿拍开啦。你是袂好啊，袂落水果啦。去甲看伊呢。滑稽哦。等下，哦，你这样，你有够歹的。好歹，你后壁。好。够多欠的。后边重点啦。哇，你这可能破白鸟。够多欠。加。你破白鸟。哦，你手走。唔是啦，加啦。你动作我知哦。哦，加油。妈，我袂动啦。我看者。嗰度。鲁拜安尼。会用啊啦。哎呀，过啊，收啦，过收。
来，做算的，你做足紧，哎，做紧的，做紧就无效啊！做这物件爱慢。来，大家介绍一下，阮这张猫好做花巴狸猫，安尼有水无呢？哎，看一下，阮俩这嘛袂歹啊，拢无芳，袂歹，对不对？哎，啊你看因做足紧的，就无效，你物件呢？我已经上去展览了，你看搞，你先讲无啦，你无看，做展览，根本就还袂好，这本就花巴狸啦，差这。好啦，其实你这是后壁啦，后壁面啦，咱来看。我不比一个嘛，对啦，比看嘛，无比较无伤害。刚刚怪怪。那吵架谁啊？哎，做歹的咧。袂啦，哎，这个加加黏黏的就相共啊。这是花巴狸猫，坦白讲差不多你啊。看白猫啦。哎啦，破病。你这材料是有水来看你呢，看你呢。就真正袂歹，来，对，真正袂哎，歹。差不多，好不好？是够歹，有够歹。你这歹，你这唔只材料有水，但拆个人太过贵。你要看阮展览的啦，看展览迄个。有水哦。展览的就做，哎，因的袂歹呢。因的还好。来，对不？哎，你爱的结晶哦。对。哎呦，有屁啦！这结婚呢，这结婚呢。这种囝。哦，你有简单呢。爬到位，啊，不是你做的。拢是伊做。有啦，我有放手。放手。我甲伊做伙。你做会做，他做会出来，两个人甲做会出来。财产是重的。哎，安尼这真正真趣味。对啊，很好胜诶。做疗愈的啦。就好省诶。做起来就是讲咧，摸起来就真舒服。我人客来，我爱定我，是讲我来就用算啊。上好是较提早定，因为伊主要迄个图爱先围起，差不多加1点钟。提早偌久？提早1年无？唔免啦，你这来做什么豆啊？爱1年。而且看电视人最有信心的啊，因为你看你做啊，提早2、3工作。因这是拄好学的电话，我都做到安尼啊。这真正最好摸的呢。对啊，这做了你看，伊后壁是安尼，佮甲你连起来，会当敢若是变成一个地毯安尼啦。对，地毯安尼。袂歹诶。会真好。袂歹。啊，所以就是讲一只有食，啊，有你还可以当剩啊。哎呀，可以当做一寡纪念品等于的，哎，佮实用的。袂歹诶。哎呀，这真好。哎呀，所以市场就是要一寡变化。所以啦，市场你真正做了袂歹。无啦，市场即摆伫车啊啦。还是我较三个啦。伊迄是早期的啦，你才是真正。哎，我后一届我会选你做市长啦。哎，这阵安尼完满啦。袂歹，你老介绍呢？好介绍哈。啊，新酒车。安尼阮就过来去佚佗啊。好抓你个讲介绍者。迄个无问题啦。这找你佚佗啦。啊，当下要带阮去弄榴莲啦。再见。感谢，嘿。感谢。哎，礼物拢摕着啊吼。好。哎。即马台中已经甲我甲囡仔时拢无共啊。无共啊。进步太进步得侪。嘿啦。哎，我有淡薄想要搬转来，你有想要搬转来？因为台中上赞的就是天气。对啊，生活迄个节奏，哎，较慢，较拄好啦，我感觉较慢好啦。哎，现在台中的店拢足大间的，旗舰店，台中好惊人啊，餐厅嘛足大间，伊袂互你感觉伊足赶，啊，甲就袂互你感觉伊足客的，你就有一种慢活的感觉。哎，阿嫂啦，较袂阿杂。阮就是为家里面，较早加这条路，为家里面。恁兜内底啦，哎，内底。你有骑卡拉车去上骑卡拉车。哎，内底厝足大间呢。大间的拢别人的。哦。我细间的。安尼啦，你嫌伊啊？我坏了咩啦？以前我去高岗拢会骑这条。你拢骑底尾啊？你讲这地下道。对啊。伊当初台风的时阵。饮水啊？饮水。伊都无落过，你嘛骑过啊！我嘛甲教过。是，你看这咩骑？你敢落？你敢看得落？要落啊！你看这话术，你我过甲教过。教过啦。我嘛种怀念的，对无？我是骑倒摆的。刘明南路。啊，以前啊流行啥，你知影？伊会甲迄铁尾用珠珠啊，用珠珠啊，啊会发光安尼。你当珠珠啊，爱洗嘛，对，爱做拍的，你有用啊？啪哩。你有用。我插火箭台没啊？后边是啊，珠珠啊，教官会的啊。啊，珠珠嘛袂用的。袂当，珠嘛袂当。你有照迄捌裤的连巴达无？
哦，迄啥？好，看一下。倒咧迄落铁尾后壁倒一个，你甲刺落去的，哒啦啦啦啦啦啦行啦。有啦。你做较早的。你就看下来真正，你这就高炸。伊迄是一个红色，就倒咧铁尾顶头，啊你徛起来你就刺落，啦啦啦，你就拍。龟北公狗，真正，啊，恁读册的时阵干嘛呢？双载安尼，有我一点没人啦。我无啊，我拢坐公车。你有跟人去落徛倒摆出去佚佗，甲同学出去佚佗，啊伊地东安尼无有。抽收息啊！白云啊，顶摆伊就跟我讲，伊若甲人徛倒摆出去，伊地东啊，伊地东啊。我正经的人，你正经，我是对方无正经。对方也是正经的人。啊，你都唔捌拄着无正经的？啊，我读美术班都是拢正经啦。会道的。伊拢边仔人拢做正经的。对啊。啊，那你哪第一边啊？啊，啊，伊嘛正经。除了他以外。伊是你高偏去的啦。特别啦，我咧特别啦。无正经的。这么说的。哎，这里好啦，这里好啦。学长登来，学长登来啊！都一样。这区啊，我经过这区拢加工会。摇台啊。这区的人都说卖。你若经过，哎，你在这好行。伊若看到我，比如讲伊即摆看到我，我交代我放学出来，伊即摆看到我，看啥？我国工诶。啊对啊，你摇台就不用过啦。哦。无，人间的。卖伫遐黑白讲，迄较早，即摆阮是迄落。即马愈歹。即摆成绩甲证照拢是全台湾第一名头名的，即摆是好啊哦。迄是较早，即摆赞。卖来黑白讲。嗨。那叫姐 A 学弟啦，你学弟。有交台无？有无？你交台。台中高工的无？有林香的粉丝无？林香啊。啊，我刘德华啦。哎，爱去看左撇子女孩啊。直接这无嘛，欧北威廉啦。我来讲到迄个。Hello，我哪遮奇怪？要高岗要搞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拢停咧高岗，你敢知为虾米？讲啦。袂当会去有发现嘛？因为停咧恁遐才行过，较无来。哦。我好多摆拢停咧恁遐。哇，你要搞啊嘞？要搞。以前我毕业了，我等来。无去等来过啊？无人拢会讲杰出校友，叫你校庆等来坐。因为伊无搞我纳入杰出校。大门，有变无？才无变，同款哦。赶快呢！你好，这大呢。哎，刚刚这个人在等你啊哦。哦。拍手。哎，无可能吧？在等你啦！是等你香的吧？是在等你呢。哎，行，紧嘞。Back down, no. Side spin, feel the bass line. Feel that bass from head to toe. Come to the William Show. 大明星啊！这绝对是好学校啦！几名？你毕业20几年啊啦？哎20几年，他考我20年啦，我嘛咱的校友。哦，你加我搁20年。多20年。啊，校长你即马伫遮服务几年啊？我伫遮服务29年，才去首都高工做校长做2年，啊去年才搁转来。搁转等啊！哦，哇！所以这间学校就是好甲你会讲搁转来，等来。这种这是做公园的代志啊。哎啦，一定你跟校友一样，咱做公园的。这方便就真啦。哎，即马女生有较济哦。女
女生咱们兄够了，3分之一啦。3分之一哦，较济啊，较早迄落什么建筑这个维度维度变土木啊，应该都土木科。土木科啊，哎，啊你大家遮，因咧甲你欢迎讲，你这感动。你有啥物话要甲因讲的无？你要甲学弟讲着。我就是讲吼，你只要认真读册，认真读册啦。有一天，好，一镜头，来，一镜头，你讲出来，叫什么名？彭于晏。你叫彭于晏，你叫什么名？王于瑞，阿水啊。水啊啦！你讲叫认真读册，你有点头。因为读册是需要一点毅力的，对，咱要加一寡毅力。伊考到台科大，你知无？你唔相信？伊讲安尼。世界缘投。你答我有你几年啊？你几年啊？2年啊。你想要考到倒一间？大学要考倒一间？你考会到无？当然。到时阵也无考到咧。无考到。停课啊！你这段加掉，你这段加掉。停课尔无免啊。阿丁啊，你迄阵安那考到甲教？安那考到？我啷讲？你讲你弄球我拢去。你读册的时阵认真读，啊要算的时阵嘛认真算。哦，我问你，啊你啥物科的？你即马啥物科的？电子科的问我啦。我恁隔壁交台。我伫咧高二的时阵就考到数位电子乙级。安尼。所以你爱问我啦，你问我要哪考到？逐工佚佗，终身笑，甲因鼓励一下啦。系啦，你只要吼努力哦，拍拼，对啦，啊有淡薄毅力，啊，甲女学生讲，我们当比一下毅力咧，啊，就加一下毅力，啊，就加毅力，加毅力，啊，就加毅力，加毅力，加毅力，加一下毅力。安尼你会晓啊啦吼，安尼校长话爱听啦吼，安尼感谢你，加毅力。啊，咱即摆来，安尼咱要去老店啊，老店嘛，移动的作品好不好？好，刚才你做的，我做的，你有做物件？你有做物件？你有做你的那个模型，你忘了吗？模型啊？模型，你做模型啊？学校的模型啊？模型仔，伊阮建筑的嘛，好来看。都老咧，啥都要老咧。这种物件你来讲甲老咧。校长，阮看了伊就要烧掉啊！我个爹啊，我个爹啦！咱来看一下啦。老店啊，老店。我拢袂记你啊呢。来去看一下。好习惯。来1938年啊，1938拄好，颠倒我1983。哎呦，88周，88年啊。校庆班啊吗？啊，有咧选主持人无？我甲你算钱啊，我摕钱啊，我摕钱啊。上你5当啊，5当主持免钱啊。安尼因来主持。啊，你讲迄个模型啊，你做？模型啊，你做位？哇！这你怎做的？我会记得我有做啦。你做的？真正有嘞。好做下，好做下，一定做大，一定做大。我甲你讲，这合作社做困难。你做上细间呢？我因为做社是这个学校内底上重要的一个灵魂。你是做灵魂。因为合作社做者食的，啊你有做啊？我拢做出来。阮这是全部你看的，大家都会做的。拢是基地拢咱做。我问你，你要做时，你是毋爱真正去迄附近看合作社生安那，你才会当？爱看，因为阮这比例拢爱量。啊，你会选合作社，是因为伫查某宿舍边啊，所以你才选。你看，你刚偷看。你是毋是咧？假咧看合作社，其实拢伫咧查某宿舍遐看这边。你人拢伫遮对无？你校长，你听下就好。你卖认真啊！你卖认真，你卖认真。对学生来讲，刚除了读册了后，合作社是足重要一个所在。对啊，哇，已经下课就爱来遮买物件嘛。对哦。所以遮头前遮树啊嘛足水的。我有听迄个因遐有一寡学长啊讲啦，讲其实哦，这伊这做合作社头前为什么会遮济树啊？是因为拢炸掉了。做了收烂啊，用树啊炸去。讲伊内底做了足水啊。迄树啊是我赞助的。哦，你赞助这种赞助树啊啦。你
若做了足水，你看因树啊拢足细丛，你这树啊特别大丛咧，你是冇袂做？你是安怎？你当阵我确实因为我太懒惰对啦。算是较无水准，所以我就甲迄个同学讲啊，我这上细就好啊。哦，你做较细，你做较细，较袂遐大。伊迄较困难嘛。这就厉害的厉害啦！这拓扑科技咱拢要经过这个过程啦。啊，学的内底除了专个知识之外，就是要动手做嘛。我真正袂记我做过这。虽然是袂记，但是用的范围更多啊，更加这宽。真的呢，你够厉害。还是其实你根本没做。我有做啦。你挂名我想起来，李建伟跟我做好诶，阮做伙合，阮做伙合作。迄阵啊，会有一种人就是负责买便当的。对啊，这对哦。有啊在做，还去买便当安尼。买凉的，买凉。有一寡同学是负责。这嘛是合作啦。对啦。合作是啊，合作啦。啊，你除了做这个做别项无啊？做关键的，这内底做啥物？做菜啦，做歹代志，做歹代志。你看遐有做者奖杯，你敢有？你敢有提过？有无？我有参加迄啉水的。啉水比赛。啥？有啦，敢若有迄当时敢若有办，我得敢若第2名，但是我袂记。这什么奇怪比赛？我那个而且你家己主办的。叫做好可悲。这最大，太可悲了吧？最大啦，这最大。我甲你讲啦，你虽然迄阵无得名，啊，毋过吼，人校长即摆有传一个物件要互你。真的啊？是要要咱的啊？他这凊彩啊，即摆要互伊。那这奇怪。今仔日多咱好友啊，带咱这大的、这么庞大的主持人来这个地方灯会，努力咱拢看会到。感谢啦，所以咱要甲祝福啦，吼。要祝福。今仔来咱做一个物件，多讲用五轴加工机一体成型的设计。结果唔是要有杰出校友，哎，你是要有隔壁乔他，我是应该是更较大的合作。哦，你准备呢？这个金马奔腾啦，哈，哎呀，哇，太水了呢！阮这几工做的，哎，这只马啊，哇！哎，你那边得奖啊！这是银马，赢嘛，赢啦，艺术可以赢到赢嘛，金马，安尼啦，要赢嘛。而且这个海报你看哦，你看，来你看。我的相片是特别去金马奖遐印出来，海产的嘛是艺术照哦，啊雨欣甲林香拢是上水的，啊这是敢若是长伫咧路边翕的安尼啦，啊结果迄个奖品可是你的，歹势啦，啊无安尼啦，啊无安尼啦，后下期我来主持啊，咁就歹势啦，点解歹势？我感觉安尼个真正无尴尬，安尼佫无感觉，安尼因为咱音效拢无够。哎对哦，啊真正有奖的尴尬。得奖啊！你请校长过来一摆。等下麻烦你讲金马奖第62届最佳男配角得奖的是黄定辉，你记起来无？我试看卖啦。你试看卖咧。来，金马奖第62届。最佳男配角得奖的是。得奖的是。嘿。黄登辉。我要感谢张立东，感谢我，对，感谢我。明明伊是以这个结出的好友转来台中高工，想袂到得奖的煞是我，感谢张立东，感谢。我今仔日会当摕到这个奖，完全拢是因为我家己拍拼的关系。这有心的啦，这感心的啦，感谢。这应该是水的。系啊，这是咱五轴加工机做出来的。我若赢，我若真正赢着，我才搁倒来校长答谢一下。好，因为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好结条的机会。你要倒来主持嘛？我要倒，安尼我抢到你的工作。没啦，但是无领钱啦。无领钱啊！我即摆足感动，足歹势呢。啊无我先来转好啊。我跟你讲，啊无后摆换你主持。都是人让我你好啊，我先来转啊。我摕到这，我搁直接要创啊。安尼好啦，安尼下一季准备。啊，你篮球拍得好无？袂歹，听啊你。对。这图书馆较早有无？图书馆敢若有哦。有来啊，球来哦！哎呦，伊要等啊，阿芳啊，你甲接起来。你要爱上等哦你。啊，好会讲。来。
哦，排球哦，这排球的啦，排球啊，排球哦。来，再过来，来，这排球少年，来，过来，上架啦，你排球傲笑脸，哎，排球少年，来，哎，林香猛鬼，来，林香猛，林香猛鬼，来，水，来过来，来，哇，阿姨，来，阿姨啊，阿姨，我没有。哦。哎，奇怪，明明是你下球啊，啊你无人要插你，我这是这间学校的啦。太计较啦。东啊！头早有一个人摕一本册给我，这张的哦，足大本的。对啦，等下看卖啊这咧。是啥物？哇！也纪念册。哎呦，刚11年的哦。 91年的，来拍开看卖啊！你什么班？我建筑制图科，第几号？来，我刚我看到啦，看到是吗？内底哇，上领导的，哎，你三角敢若搞咧呢？你即摆哪边大颗啦？成功的人会较大个。哎，坦白讲，真缘投哦。啊，你以前介意你讲你介意的人？哇，哦，水咧！哎，上水互你拍去啊！无啦，做伙偌久啊？无啦，未做伙就分开啊。 3个月， 3个月啊！安尼无算啦。我是伊学长咧教伊用，哎，这个是恁老师哟。头前这个老师啦，哦，这真啊。即摆林老师啊，即摆退休啊。哦，伊姓林，真正是林老师。林老师啊，阿姨啊，看，生活照，平常时哦。加，哇，伫遮，我够无收的成的啦。我较早拢这个人看起来较辛苦呢。伊看起来其实有淡薄哎，我粗。感觉你迄时阵应该是人缘袂歹，对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拢是惊死我啊。你这张不了引导呢？对对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安尼我伫遮啊。伊当初我就因为甲迄个女生做伙，因为迄个学长失败啊，失败，伊见小灯上去，我会记得迄当初搁咧上课，我就听到有人甲我拍，为我遮抓，给你救起来。我规个制服挂去，我就直接你要订购机，要订购机。啊有起来无？你有赢无啦？学长知影你咧改录，伊当初我已经约到伊啊，学长已经毕业吧，我倒来甲你，等来搞，啊，你尾也想拼有无？大家个出来看嘛。对啊。我就安尼啊，我其实嘛紧张嘛，但是我嘛现在继续无代志。哎啦，你来啊！伊嘛当来一棍，我就甲闪开啊！伊拍到迄个铁门，铁门凹落，哎呦伊都考出来，伊规个人靠出来，他就上北移，你就赢耶！不战而胜。真正是安尼。今天，你安尼就当闪过，我闪过，你这搞闪，我这个好闪。哇！今日有一个特别来宾要来。我跟你讲，校长较吹来啊！伊讲你最搞味的，我这衬衫被压破。你准备？真正有人要来，你准备好未？假啊！来啊！哎是啥啊？我嘛唔知。是啥啊？特别来宾出场，3、2、1。哇！蔡老师啊！老师不是还丢啊！林老师，外老师啊！来这坐快，林老师。对。来啊，你林明义，林老师。老师，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70啦。啊，你教伊的时阵91年啊。你教伊的时阵，你几岁？差不多40多岁啊，遐吧。哇，迄阵个差不多50岁啦。我会记伊多离开25年。啊，你敢想着讲伊即马变家呢，才好笑，伊较早较好笑嘛？伫囡仔的时阵就小我作业啦。啊！伊讲伊是资优生诶。伊讲伊小学读册教伊啊。足乖。有吧？真的。我就考到台湾科技大学。考到台湾科技大学真的。哎，这是真的。啊，老师，你刚知影伊甲同班同学咧交往？哈。嘉威，我知。嘉威你知影？嘉威知啊。女朋友呢？你知影头来暗去？今麦还原来吗？还有吗？我人结婚了啦，结婚了啦。哎啦。有相轨啦。我知你这行爱
拄到迄个妹妹过更较水啦，可能你今仔是来看林香吧？伊有心机，你知？哎，学生啊时代就心机足重啊。啊，你讲一个案例，阮听看卖。伫咧学校你也看安尼，就同学啊侪，比如大家迄个甲注意啊。所以起码就大家注意。起码就你好好的想要请啊。啊，迄阵啊，伊会怎三不五时就讲一个笑话，还是变一个魔术，伊会安尼无？迄阵啊。会。你较早就安尼啊？老师，你现在老有闲哦，你会当去台北看我录影。好。啊，我拢甲迄年轻的。查某做伙录，啊，你会当做啦。啊，我传一道谢师宴互你对啦。老师，你姓林嘛？对，我介绍一个嘛，姓林的来这。林香小姐。有，迄伫电视面顶捌看。唱歌俩袂调。老师，其实因为你对我算是有温情啦。是啊。啊，我今日就献你。好嘛。你会当帮阮老师应援一个。拜托，拜托。好，林老师好。好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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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尬意林老师。你教我有简单啦，你教我有简单啦。你做好意。老师。有无？安尼有无？我是不是你上好的学生？你讲，你比大拇指。赞啦！我老师，我咧拗手的啦。哇，你笑干呢？咱这规台湾上称的迄个应援团的。我知。普通时啊，若要挖到伊安尼是困难的。我敢若远看尔，啊电视面顶看。那有通讲迄个啊，今仔日安尼，你即马安尼，恁这学生啊算袂歹。传这个礼物互你，听讲你嘛有一个传一个大礼要送。什么啊？哎呦。什么物件？这是什么？欧龙，这啥？这个来，欧龙蛇刀，欧龙蛇刀，什么蛇？我你讲，咱台湾迄个庙五庙角，有一个叫五环灯庙角。古早吼，啊，足济迄个，我那有义工啊，所以你感觉我向你讲，啊，台湾人对迄个对迄个五环，对迄环啊吼足好奇，所以才环啊出在庙里面顶。爱夹啊遐，你看我老师，爱跟迄个夹夹安尼，所以啊，就用这个去用，你无两只手，两只脚，这个意象安尼。哎喏，啊，这伊若摕到这个椅啊，伊下摆就愈来愈好啊，是安那？啊，当然哦，是啊，变一个足厉害的角色。规个场拢一动起来啊！哎呀，你讲有担当啊，你两只手拢提起来。所以意思就是讲吼，你摕到这了，你下摆就是公司在去台第1把交椅。第1把交椅，你也足够的就对啊啦。你啦，number one啦。看来这个主持交才有你主持。对啦，其实这不是普通的椅啊啦。是普通椅啊。你问林香这什么椅？哦，你是。你问林香。你讲我介意。我介意你。我介意。伊也叫做我介意。我介意。其实阮读册时阵，老师就足会晓讲话，会读这个册。啊，我感觉我迄当阵较无咧学这本科内底的物件，但是我有尽力，完成老师互阮的交代，希望老师会当以我为荣。一定的啦，继续拍好，虽然讲伊无本科啊，啊，不过又甲你的话记咧心内底，伊嘛是一直拍拼。伊即马嘛捌算演艺界是一个足厉害的人物。伊伫维基百科安尼，有几多百条啊？对，伊的手无啊？对，不是敢若绯闻尔，足济，足济。迄嘛是爱，迄嘛是爱。啊，有时间哦，较食顿来台中啊，请老师食饭。好，是。啊，咱抱一下，谢谢老师来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啊，你要去迄个困，还是等下乌龙蛇刀你先洗？哦，你唔介哦，真老不了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你休困，谢谢。这团这个有一个足水查某囡仔，你有看到？你跟他无穿校服呢？啊，你那无穿制服啊？哎呦，林老师，你几岁啊？你几岁？23岁。你是老师，你是老婆吧？那有可能。老婆。啊，恁去考什么科？社团活动中心社。就是社团活动。华冈的吗？华冈的啦。啊，老师，你是因为迄个指导的、迄个指导的老师安尼？啊不。啊，老师叫啥名？廖义安。安老师啦。啊，恁加油啊吼！爱保护老师哦。莫有老师受伤知无？
啊，你老师，你有啥物问题？打电话我。有啥厉害？你有啥厉有他那边伊的电话？我家伊有问题啦。你讲电话啦。我靠。老师，他干嘛给你调料？老师，来后一团，后一团。这恁是学生会啊？会长伫倒？会长。会长。来，会长出来啊！哎呦，学生会伫咧下化水的建档的啊。刚单身。会长有介意的人无啦？无啦，卖假啦。林香应该也林香啊。阿芳啊就对啦，林香哦，啊，就水啊。水你有啥物话要甲讲无？好好读册。感恩啊！好读册。这是一种技术啦哦。好人，你好好啊，读册嘿。啊，恁加油哦！哦，水哦，带你表演，帮你表演。恁这边是啥物团？篮球队有队长对无？队长有。你队长嘛？啊，你唔足够。无。应该足够跳。啊，你我都惯拿无？系啊，会晓。跳一个看卖，敢我大。这无拿。啊，这无拿看。伫外口啦。系啊，无使无得。你跳伊家迄个相机8块。照安尼讲，篮球队的体力拢足好，所以乌龙蛇都应该过啦。应该无问题啦，应该会使啦。哎呀，刚刚就有信心咩？有信心吗？再来吃红包啦！你来哦！加油，学长啊！你加油哦！啊，佫有足侪姐姐嘛咧看。表演，什么姐姐？这算阿姨啊啦！阿姨啦！哎，好，啊你来加油！加油加油！篮球队的，这拢篮球的哈。你啥物的？控制啊！控制啊！控制科，控制科的，拢咧控制啥物？机械手。哦，哎，这嘛秀的啦。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灰灯，绿灯。啊，拢甲你有关系。嘿啦，啊恁这个体力有好无？等下迄是爱食出食啦。哦，你已经传话叫伊去啊。你出一支嘴就对啦。你控制伊就对啦。好啦，控制啦。就少年的啦。篮球队的体力最好，你再加油。好。啊，这队是啥物？这控制的啦吼。啊，你倒位的？控制到倒位？啊，这控制，啊，你倒位的？联动，这我都控制，你联动。啊，你嘛共班？啊，有班长啊无？有，而且班长啊。哇！老伯伯，哎，今日飞悬的。对，你偌悬？伊180啊。800啊，180啦。你敢有倒球哦？你敢有倒球？老来丢啦，差不多。185。对。啊，恁学生啊，足成功的呢。我以前都唔敢读伊这科的啊。联动，人惊联动啊。对。笑者啊，你笑者。你笑我哪会出来呢？你台语有会晓讲，台语会晓讲嘛？台语较较慢讲。会晓足够讲台语的举手。来出来。你哦，你笑面，一直我呢。来啦，你台语甲我讲啦吼。应该是个样子。安尼啦，啊是对爸爸妈妈话，对阿妈话，阿公阿妈话。就出来甲装卡，所以市大人咧讲话拢是台语。有无？哦，袂歹呢。所以咱这台语的物件爱留落。对啦。你爱尽量甲同学吼，尽量甲因开讲用台语啊。冇问题。啊，等下加油吼。好，表现啦。啊，刷了就要开始第一关啦哦。乌龙蛇道。乌龙蛇道。来，胜的单元呐。我知影。你知影啦？你会晓？双手，双骹，对，伫个桌顶上，对啦。对，这就困难的呢。你讲简单啦，你两个老骨头，伊要试互你看啊。那就简单哦。同学有想要看林湘白者无？ 同学有想要看林湘白者无？来，做一个有你看，好来，运动系，好来，我你什么时阵要开始？好来，请问小问你想要是？我是饲一只宠物。啊？双手，双手，不是，不是伫桌顶，是对桌骹。哦，倒卡。嘿。我以为是桌顶。桌顶坐一个啦。哎呀，那就简单啊。歹势，你误会啊？无啦，你误会嘛？才高追。
冰箱安那拢高水啦。基本上吼，这是阿青，这是爱看红包要互伊。不是，搞看懂的。不是，既然你讲伊古水啊，安尼伊会失败，你还来承受。来啊！你来，你干嘛到？我到啦。你怎么样用？试看来，你先拍的，你拍的。啊，你看我就是会较两过安尼啦。做头塞啊，做头塞。你看你，啊两过。做头塞。丢啦！啊两过。哎两过。手板嘞，丢。哎啊，一支脚伸来，一支脚嘿，一支脚伸落，加油！对。哎好。哎，你个叮当的呢？你面怎红起来呢？因为你的血红将它无啥好。你也无创啥，下去你那面红噶。你那肝嘛无好哦。哎，足侪人咧看，足见笑。无安尼来看你学弟啊，好啦。第一团迄足水的安老师一团哦，跟我加过去。拍好。差几位？叫什么名？蔡继宏。阿红啦吼。阿红。乌龙蛇刀准备哦。无剩时间来豆豆来哈。来哦，开始。哎呦，做配路嘞！哎呦，哎，嘛是会使哦。无，用你的招，用你的招。招我有用过，你有用过，做跳我有用过。做跳你嘛会使吗？会使。放一次。你爱背起来，你背起来就得。为卡拉等啊！一记就来。蛇头咧。卡拉等啊！哇，一个人瓦卡。我这个凹卡，我卡掉咧。但是你会当看林香，你会当跟林香秀过。啊，你安尼你谈掉啊？你是来过关的，来相亲的，相对你相亲哦。你咧谈判的哦。起来啦！啊，你咧分手的哦？你要离婚的哦？又分解。你有一张节。你有节。加油！这不简单嘞。啊，你自己开撑起来啊？哇，卡掉嘞。怎么样用？这应该要怎么弄？怎么样用？哇，一卡你过来啊！对啦，啊，自己开撑出来啦。你自己卡，你手边我去遐，你手边我去迄边啊，两支。哎呦！无啦啦，副车对。哎，对，无唔对。啊，自己开撑。自己卡先，自己卡先处理，自己处理。对。对哦。啊，先副车咧出去。哦，这支干嘛搞过？这支无迄支啊搞好。你这支啊就会较出去。你那个等到北登来。你讲你等去找林香啊？你卖你去叫，你卖在出啊！头出去，手拢唔是直接面，嘿对，啊头出去，你哎对，哎呦哇，对，搁搞喺这边，再起嘅，偏嘅对，哎你要起来，这边要起哦，手出嘅对，出嘅，偏起你，加油，偏起你，加油，偏起你啦！林香的动作加油！落来。你搞阮遮动作是用会哦。伊做者招的呢。伊做者招。伊明明会当一下就过，啊，毋过伊为着要甲林香相亲，伊停咧停差不多要30秒。不定了。啊，想也无对，搁2年，搁拔头，我决定我要互伊一个会当选择的机会。你要摕红包，还是要甲林香揽一个？伊选了，各位观众，好，伊都选了，伊要甲林香揽一个，我外号叫林香来。对啦，无啦，得去啦，嘿啦，叫林香颁互你啦，好啦，来，颁奖，有请颁奖。哎呀，够嘛，好啊，感觉安那有困难无啦？有啥物美甲要甲后壁同学讲无？有啥物美甲无？有够力就好啦。好，容易，哇，厉害！哎，阮国刚厉害。哎，我先来。来，我先回来。先回。卖输就歹看咧，叫啥名？吴冠生。阿星了。阿星拍好来。阿星来。阿星。9位。阿星像 N 早呢。哎呀，阿星 N 早。你的皮要吃哦。你看这威武。好，开始哦。来，我分比啊就开始吼。乌龙蛇刀，开始，加油！加油！要拍婆加油者！加油！哇！
开始啊，开始啊，卡掉诶。你哟，哇，你个空气啦！这用高工的啦。这就是这个药偌厉害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高工药。高工药啦，你我来高工药是高工药。天哪，是我就想到安尼，我是出劲的嘞。厉害！来，这滚住位啦！恭喜！后期挑整架，来，后一组诶。我刚刚，今仔日红包无够。阿伟啊，啊！头前两个拢过，你拿球队的无过，都落塔，落塔咯。好来，拍落好。来，试看卖。阿伟啊，要挑战乌龙蛇刀，准备，加油！来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哎呦，伊人较大声嘛。哦，马一个当啦。哎，伊无共哦，恁这学生啊，是无共，教足济呢。豆啊来，无着急，恁这无着急。差点嘛！教足济教的呢。慢一点哦。这里，较慢呢，唔好着急。恁这真正足济教的呢。我倒。来，阮家请。哇，落来。有啥物话想要讲无？各一摆。哦，无法度过一摆。你即马会当，比如讲，我是要甲啥回事咧，也是讲你有是要甲后壁人讲要安怎过，伊讲讲一句话安尼。加你就好，安尼就好。伊嘛足滚住的呢。高工的学生安尼。啊，你讲完啊？你莫叫你比这吵像一个差伊是排球队啊！啊，你明明就是排球队，你来讲你拿球队的，你就排球队。明明就排球诶，啊去互打球队排出来，结果无过。恁下底要食奇怪。跳痛啦。安尼好啦。安尼感谢阿伟啊啦吼，真可惜无过啦，甲你拍博啊好不好？我见后一关嘛。来啦，袂歹啊啦。过来换迄个控制嘛。控制啥物来？来，控制来控制。哪里是好像杀出来啊？迄个人杀人足大力的呢。有信心无？控制别人嘛，控制啊！好来，你叫什么名？阿 U 啊，来拍个好，来准备。来，控制科的班长吼。阿 U 啊。伊嘛唔知我来要创啥？干嘛做委屈的安尼？阿 U 啊，乌龙蛇刀准备。加油！哎呦！哎呦啊！你咧学我哦？你为什么用一个足想袂开的迄种姿势落去啊？平常真讲，你落来比遐个歹看。你拄只迄个姿势，跟你学地方一模一样啦。你有啥物话比如讲要甲爸爸妈妈讲，还是甲啥讲有？咱这个机会，还是甲同学讲安尼。我感谢那个包推出来的谢谢。哦，伊要感谢迄个甲你答出来迄个同学啦。我大家咱看到伊的机会。林凯呀。哎呀，我上到开球进步啦。哎呀，感谢你甲答出来啦，加油啦，后摆阁有机会吼。灵动诶，灵动来，灵动哦，叫啥名？谢同学。阿红啊，来准备。阿红啊，第二阿红。阿红啊，卡骨足粗。好难。足悬诶。阿红啊，乌龙蛇刀，灵动诶，开始。对哦，爱搞诶，这里，目标。教你差不多。好啦，你别个算啊，你好啊，你等伊厝会再算。对啦，好啊，这条都要送你啦。摸着涂骹就输啊啦，安尼你知哎呀。故意啊，伊故意。安尼几时看到校长啊？有啥物话要甲校长讲的无？本人做引导的啊。无。有啥物在？要甲无会答。要甲林兄讲的无？嘛无吼。我来看下过来哦。故意啦。有信心的来。一定会过。有想要挑战，感觉家己会过。来，引导的哦。叫什么名？
阿豪啦，阿豪啊！今仔日学长我当时希望3包红包拢送对啦，来拍个好，回老啊，这活动社团的啦，对，名声长，我记无啥个。华东社团，乌龙蛇道。第二，哎呦，都要倒退路啊！哎呦，倒卡，来搞起来，这招袂歹，这招是我发明的，这招是我发明，但是我过敏，我袂过。要不伊安尼就拍起来的啊？无退路，会当起来。会吗？迄落爱像我手先悬，手爱先悬，爱搞好手爱先悬。哇，一边。加油！哎呦。好来，跟他抓嘞，卡去两 Q 的。伊可能想抓的款，印度迄款。应该是白头。无，伊只搞一角啊！你这个若搞起来就有啊，只搞一角啊，搞一角，身躯才出来。就困难啊！不要紧，差不多80%啦。有啥物话想要甲学长我讲的无？大家拢精彩啦，好啦，安尼播个声鼓励一下啦。厉害啦，领导的。我感觉。抓咱第一组迄啊！嘿，安怎？你感觉？迄老师拄爱我的菜啊！无可能吧？你想要创啥？我看我感觉爱着伊啊！你想要？我想要请来。还是你可以甲看出来？我看出来，你甲看出来。老师，你甲我问你甲问姐，你哪张？你们来拍几组不？哦，没有关系，比较爽快。老师来啦！来啦！看买啦！老师，啊无你拍起你3连拍就好啊！你拍啦，安尼好无？主要是哦，咱做老师哦，爱以身作则，爱有迄。现在拢是咱好多爱勇敢，爱带比赛，所以家己做一届，互因看安尼啦。爱来倒看无几个 pose 安尼。你想要冲啥？我来，来，安老师哦，安老师加油！哦，准备。你看伊安尼高追，这高追啦！伊这像迄宠物唔敢落，这好快呢，对无？迄狗啊，猫啊唔敢落。伫迄顶头你创啊？我紧啦，你就试看卖啊，做啊，下骹袂受伤安尼，我会伫下骹甲你救，我会伫下骹甲你。咱调调啦，够调调啦。了，老师乌龙蛇道准备，来。你这像狗啊，猫啊，我多落啦。老师，你做啥？老师，你在规个讲的老师安尼。规个人拢拍，安尼看转。啊，你对一边，哎，对。啊，嘿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，安尼，好像讲诶，好像讲诶，你去食保护啦。好，安尼，咱对啦，哦，无啦。老师来。老师惊老师，伊面转北顺顺，伊的迄精神最厉害。我感觉这包爱互伊。老师表演了有好无？来啦，好啦。我嘛感觉这包，你来保护我，我若保护伊吼，我会去有制作单位面试。对哦。安尼感谢老师啊吼，所来进行后一关。老师过来哦。大秀抓公鸡，哎呦，来，这个是迄落辣椒抓小鸡的升级版。等下公鸡吼，目睭看袂到，因会分做这个4队啦，吼，两队比，抽到红色的互相抓安尼，吼，来，下抽，好来，白色，好来，换你，好来，白色，你两个对抗，好来，你两个，你免抽啊。公平。你两个互相抓。这摆是算时间呢？时间上短，咱就赢啦。恁迄辣椒吼，爱派较高走。迄公鸡吼，爱派迄种溜抓。卖一下去用抓着安尼啊。恁今日去等去想一下，一队是10只，总是10个人。无问题啊吼，无问题，咱就开始比赛。好来，即摆辣椒已经徛好啊，这个鸡仔嘛徛好，鸡仔我甲提醒一下，公鸡，你无通啊看，所以你要对头前只鸡仔最好调。OK。你上重要，我上重要，你要甲冻掉的啊！我上重要啦，对啦，你要有牺牲啊，牺牲的感觉。迄辣椒若来，你要救你的囝，你唔大只鸡万提啦。怕对啦，你小看换机会好不？叫一公啦，调教啦，呛声，哈啦，我你甲呛啊5抽啦，我抽啦，大款啊！哦，
来哦，准备哦，拉休2公鸡。先甲底动，先甲底动。哎，甲动，你会当出。啊，甲左动啊！哎，进来，来甩，哇，进来。要袂？我抓到啦！抓到。哎，还有一只鸡啊，翘起。哎，像跑道啦，像啦。拄只鸡跑道。是不是你？无代志哦。无代志啦吼。你头看安尼哦。是头安尼啦。头安尼哦。安尼我阿信11秒。11秒。好来，即马换恁俩音啊。哎呦。好，来哦，高换。拄则已经有经过一届，恁应该有经验啊。你拉休啦吼。你有啥物代志要甲鸡仔讲的无？嗨。你嘛较爱甲伊。你来交朋友哦。啦！厉害！各位啊，各位同好，这只鸡母看起来真大只。哎，小高大。你有啥物代志要甲拉休讲的无？ We ready, let's go. We don't back down, no. Feel the baseline. Feel that bass from head to toe. Come to the William Show. 你有啥物代志要甲拉休讲的无？不是，拉休这是遐，你爱咕咕啦，对啦，咕咕。好来，等下吼，你爱抓到上尾迄只公鸡啊，恁所有的鸡啊爱保护伊只，伊若来甲弄走怎来？袂当受伤哦。鸡母真大只，我惊你叫弄。你较细腻嘿。你家己较细腻的。安尼咱摕出来，较摕了来。拉休2公鸡，加油！够好喊对，用手甲动。好来，哇，有动较久哦。结果不要太动哦。拉休先上来啊！动头。这接近的。要收。我甲恁讲，恁两个前差1秒尔。拄则迄鸡母甲你抓到，你是啥物感觉？足疼。咱这个单元叫做拉休抓公鸡。我拄则看到鸡母一直咧抓拉休，你一直叫抓去呢？我较讲啊。你总飞袂过，你一直叫鸡母抓去安尼呢？恁拄啊11秒对无？你想要知影你几秒无？安尼我要甲你讲啊，你嘛是12秒。真的。安尼歹势，安尼你是为免讲。你学生会啦吼。哎。安尼学生会歹势，先等休困。多谢你哦。安尼是袂冷冻啊？是倒位的？活动什么会？活动中心社。活动中心社赢咯。容易。来后一组。即摆篮球队要拍冷冻的啦吼，篮球队拉休有啥物话要甲因讲无？拉休。卖啉奶。闹鬼啊啦！鸡母甲讲者。咩啦？就是有一个义务的要求。我要求讲。他每当啦啦队帮我加油。哦，啥物问题啦？加油啊！袂当，因为阮老师在我度，在我背后里。加油！安尼要来准备要开始啊！拉休要过来抓公鸡啊！准备。爱讲。了解。要收。你是咧玩收人的啦？你欠你钱哦！你这个飞出去安尼？你咧篮球队搞放手啊？哦，你给你骗假动作。鸡母这大只，叫你车倒。你甲控我倒咧，控我倒。你有受伤无？安尼几秒来看者？好来。4秒。哎，太直接，太厉害。那我都生安尼啊？有假动作啊！好来哦。我见哪恁都有机会啊！哪里呐？好出来啊，高啊！好来4秒，你讲我倒。 3秒啦。我倒。啊，你有啥物话想要甲因讲无？会当放水哦。鸡母，拉休讲4秒伤困难，会当放水无？
无可能呀，无可能。安尼，我你讲你对个上后边遐个撞过就好啊。你玩游戏，你冲过去啊！哎，是吧？直直冲过。你安尼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因为因带迄个篮球队，你知唔知？因会安尼，安尼啊，安尼啊。这动作。啊，你莫想办法安尼啦，吼，安尼我甲你加油啦，安尼。每家拢甲你加啦，好来哦。好来，拿休要来抓戆鸡咯，准备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防守！哎，哇塞！哎，这篮球队啊，这根本篮球队敢跳舞啦！对啦，快袂去啦！你是要跳舞来跳舞哦！哎，防守！你敢若较像戆鸡呢？你用白好啊！你敢来呀？已经就袂过啦。你要卡？了解。对无？有听对无？哎。伊迄家母会甲你掠啦。啊，你篮球队，你讲伫遐安尼甲你迄个，耶，球这厉害啊！ defense，袂过是袂过啦。啊，这就搁看，一定差不多，免看啦。一定差不多4秒的安尼啦，安尼篮球队赢啦吼。这边而且讲一下，因为等下搁要车边。哦，几秒？27秒啦。哇，好厉害嘞！安尼，歹势，安尼吼，恁先等休困。篮球队的怪啊，篮球队来，恭喜篮球队赢咯！好，再来进行决赛。我是感觉这个比赛敢若无啥公平啦。安怎讲？篮球队总共2个啊，伊都派这攻城良田。4秒，对咧。你后卫啦吼，你拍对啊，你一定2个过啊。啊，不过我你讲，这只家母真歹。无简单哦。甲抢落，甲抢落啦。你办法来甲爱甲留落来，你等下要挂船，要甲冻掉的，甲抢起来。甲抢起来啦。张瑞，你是仓鼠啊？仓鼠是抢人的话哦。鸟死啊！你别讲你鸟死啊！叫他人下卡底。你讲你是狗哦？你甲抢，搁个抢等下。你是我的爱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你叫伊笑爱哦。来要笑爱啊！好啦，来哦，准备哦，拿迄个要掠戆鸡啊！哦。感冒嘞啦！感冒掉嘞啦！感冒嘞，爱感冒。我多，我多，那伊做安尼呢？哦，你安尼呢？你个跳街舞了？你看安尼，安尼，有爱情的骗子哦你。来，爱情的骗子哦。12秒。太一个，最后你啊！2对9啊！我希望你会当超过12秒这个障碍，啊不，这个障碍哦。10秒以来，伊看你无啦，你看你篮球队无去，讲10秒，你有什么？学弟在练呢。伊叫你说等你练啦。放水下。伊讲你明天咧放赛啦，伊甲你抢啊。哦，被传闻。笑死人啊！伊讲你无落校啦。伊讲你规面全跳啊子啦。伊讲你全跳啊子啦。伊讲你都无女朋友啦。嘿啦。什么啊？我讲嘛，讲对啊。好啦，我在后面讲话啦。好啦，要比赛啦，去后边，来后边。我来哦，决赛哦。好来。拉球掠戆鸡啊，红啊加油！哎让过！这最用哎，最用哎，加油！哇！你老可怜你啦！好哇！你是要哪用啊？那我红球太厉害啊！你跟他无尾熊嘞，超快嘞！又没丢嘞，那你又没丢嘞，你跳吧，你好厉害啊！忘掉吗？暂时，我那好厉害，你无尾熊嘞，有够好笑的啦！你头壳袂戆哦，你是像你是倒，你是像你是倒，跑出来啦！你哪我就走遮紧？足厉害的呢！啊，你不是目睭扛起来，你哪走遮紧？信任。伊有几啊秒是飞伫半空中的，真的，伊有几啊秒，啊哥你迄个飞起来啊！来，家母戆鸡啦，家母，
你伫咧篮球队内底是守什么位？拍什么位？什么位置？前锋。莫怪。哎呀，伊咧防守做噶。太厉害嘞！是必须拢留袂住。啊，最后是直接公鸡啊！哦，你母姐要中风去啊007。唔是你的，不是你唔你做做搞，你做搞啦。啊，毋过因咧篮球队的吼，真有较袂见效啦。篮球队安尼啦，安尼啊，恭喜到篮球队哟！奖金啦！来，哇，拿去，厉害！恭喜啊！我再多咧者冠军。啊，毋过吼。因咧老师看甲敢若真心实啊！哎呦，伊讲是要甲咱艺人拼看嘛？冇可能吧，老师？冇可能。老师要唱主要。来啊！啊，老师哦。哦。啊，咱弄上去算啊！好来，咱来哟！咱要怎么打哟？阿兄啊！伊唔敢过安尼啊！对，你就你就卖过来。林兄，你先出来了吼。我了。你了啦。我了袂着。你了啦！你上细只上高走啦。啊，若准备好来比赛。好来，即摆两边徛好啊啦吼。啊，因为咱只欠一个，所以咱这迄落安老师伫咱这边啦。哦，你伫阮这边好啦。啊，来我问一下，你是啥物科的老师？体育的。体育老师啊，第二位咧。拢体育老啊，惨嘛。哎，无公平吧？把价钱连分啊！我物理的，你什么科？建筑的，你什么科？体育的。啊，你个体育摆头前我后壁啊？咱我都赢。冲一步，无要紧，扭一挂啦。咱有应援团，阮派迄个林兄出来。阿兄啊啦。安尼我讲稳的啊，稳的哦。安尼即马9位来，两边先9位来。你这个走的哦。后边只公鸡啊吼。旋转。好来，拉休抓公鸡。We ready, let's go. We don't back down, no. Let's feel the baseline. Feel that bass from head to toe. Come to the William Show. 迄公鸡做幸福的啦。你叫林兄用咧。你叫林兄用，伊用袂着啦。用袂着，你买当叫兴生啦。林兄加油，要搞！哎，体育的真厉害。一变，你袂会啦，你也袂着啦。老师，你别搞定，真厉害啦！掉啦！讲袂完，体育老师伤强，阮拄只这边俩36秒啦，而且会当甲人炫耀啦。哦，你会当去4个人讲，林兄甲你约过，甲你约36秒，安尼啦，36秒啊，约你36秒安尼啦。安尼咱甲老师的这个友谊赛，安尼算成功啊！精彩啦！重点是当安尼大家做伙佚趣味啦！咱甲老师拍扑克节啦！对啦，厉害！辛苦啦！学长啊，即个安尼转来甲学老师啊，甲同学学弟啊，安尼算有啥物感觉？因为我已经离开这个学校20几年啊嘛。是。啊，即届个因为这个节目，带我来转来台中佚佗安尼。啊，我读册的时阵啊，佮阿嬷的一寡回忆啊，我感觉真感动。而且我看到我以前的老师，对不？啊，佮甲我这的学弟学妹做伙佚佗安尼。佚佗啊，耍游戏。我感觉真好，这个节目一定要继续做落。安尼啦。对。啊，真正足感谢的啦吼！哦，即届转来咧台中国，安尼大家欢喜无？有无？有欢喜无？老师有欢喜无？哦，安尼咱欧北威廉，开始！多谢大家。大家辛苦啊！系啊，够忝啊！我真正有够忝的啊，录几工安尼。爱困呢。系啊。啊，迄面有年会啊，那甲操安尼。系啊，被动的啦，被动的啦。林兄要困去啊。迄落立冬嘛，真正友好呢吼。系啊。啊，讲喊你几时转来台中，想要大一个，要大一暗陪老母安尼啦。讲叫咱家己先转去啦。哦。啊是讲，伊讲迄老厉害，咱无食着的，你想要食无？
轮饼哦，都有啊。有食会饱的物件无啦？我伫咧读册的时候，我特别爱食一个物件，轮饼。轮饼搞吗？轮饼糕，因为做大的嘛，而且也变做早午餐。哦，你早餐食了，你中昼嘛会当食一顿好啊。对，因为阮阿嬷惊麻烦啦。安尼袂歹哦。对，而且这个轮饼啊，是你的吞袂落去。吞袂落，会 size。大鸡就对啦。你是讲，你看袂起阮阿欣哦，伊生意都嘛甲吞落来个。连阿喜也嘛老会害。你嘛老会害，你嘛吞袂落。我甲讲到头前迄间啊，迄间你哦，料敢若真济哦。有啦。头家你好。嗨。哦，安尼啦，免哪点，这免哪点。这有分大份的甲大份的甲细份的啦。50块是当然就大份的啊。你10份送1份的。啊，无咱一人食2份吗？卖小摊啦，5份的。我会老的。啊，料是家己拣还是伊会帮咱配好啊？嘿，配好啊啦。哎呦，头家大份的差10块啦吼。啊，那个嘛较5嘛拣大份的。5个。啊，歹势，这盐水会当加较济，我嘛要较济盐水。嘿啦。附近就是这个嘛学生啊，二中的学生，啊这一顿咧90块尔，会使食2顿啦。安尼。所以伊是讲这阵啊是足清就对啊。清的啊，食一组就饱的啊。伊遐配是不是嘛足大张的啊？足大张的，内底的料足实在的啦。这是菜脯卵呢。哦，这看起来是。盐水菜脯卵啊，菜脯米，啊甲这肉安尼。肉酥。料拢是很差的呢。为现做的呢？现做的啊。大家拢共款。拢足济啦，拢足济。你甲参摸摸。因这拢盐水怪物的。啊，起来6钱，你来参摸摸啦。我嘛要较多啦。你先招啊？我嘛无炸呢。哎呀，讲到钱就出怪讲啦。讲到钱的，你嘛无我是一定拢出门拢会炸钱的。你有真有炸哦？哥。讲啊姜啊，个头都40几块啦。啊无半份就好啦，细份的做一半就好啦。讲到这40几，会透早加币的钱也袂互你咧。免啦。无啦，这恁家足重的你。安尼我就应该买几块？有无？哎，足济盐水。看一个。就是爱安尼。盐水，伊这盐水是免钱哦。嘿，安尼啦。红的就应该嘛是当抓。当抓嫌少啊。红烧肉。伊的轮饼皮下骹拢是当抓呢。对吧？迄当抓嫌少上对吧？迄当抓的吼。对啦哦。有无？台中人都这边的。我老屁股。这吧，更加济。你肉要加餐嘛，无要紧哦。安尼已经足济啊呢。更起来就知啦。唔免特别互阮遐尼济啦。伊本来就足济啊。这正常。你袂因为我较烟豆包较大包卖啦吼。无咧。你讲我无烟豆，伊讲卖我酒。无人甲你救啦，你去啦，无人要甲你救啦。给我冷静。你也挡袂掉你出去啦。哦。有无？这菜啊。啊，你个豆菜免钱哦。其实安尼就差不多啦。所以我等下请你食到台北食袂完，食到台北食到够啊，我还没食。这阿 Q 来食，可能要食咧3工咯。对。够菜。高丽菜啊！真正老会害，我用看的，我会老会害啊。咱即马改细份的可会付无？已经做落啊啦。你要看一下无？无咧臭单吼，无咧胡乱讲啦吼。阮兜过年啊，30几个人买2羹食袂了啦。你就知。哎，真正安尼哦。你看真正比，你看真正比伊的骹骨较粗啦。看这，你看真正无咧臭单，比伊的骹腿较粗。啥物咧比会较粗？比我会较粗啦。手嘛是呢。哦。这大只啦。哦，安尼这这百面老的哈。跟我差不多大只啊。这边咱只直接加落啊。加落。你有法度？当然啦，我先看下上食啦。你食，嘿，你一喙甲煎落。你一喙试看卖偌大，上大会用开上大。开，会老会害，会老会害。甲摊落，搁甲摊落。哇！啥物感觉？啊，你甲看迄皮我 Q 安尼。哇！新的，哇！唔好伤大喙。这料拢我
搬出来啊！讲搬出来啊！你的胸腔小注意一下。这就是你东北的话，所以才讲要带阮来食。系啊。足满足，满足的吼。诶，啊，即摆咱现老的女性食完啊，咱来看较早的女性。较早的女性啊。女性经来食者。试过麦啊？上大。上大嘴，咱偌大嘴安尼啦。哇！搁较塌，搁较塌嘞，搁较塌嘞，搁塌啊！你想下嘛？哇！莫假着，怎么你假着啦？有无？你无法度讲话，你免啦。你慢慢啊步来，换你。一定爱大嘴，我嘛。你是要啊？现在都甲煎落。哇！你是偷塞了。我就讲话。是嘛？轮流换我。啊你，啊，甲叫三工吗？我家己来做。那我也还啊。哇！你用变着嘞。好啦，你是差不多就好啊，有惭愧无？无太高贵。到了因为啊。太高贵。味道厉害哦。老厉害哦。我讲你怎么好食？阿金，哎呦朋友，你甲这个嘛，你的嘴。我这嘴厉害哦。用餐走狗夫啊！有啊。好食。好要吃。哎呦。高追。对啊。先包慢松维。我感觉这个真有小啊别贵。哎，破皮啊！伊唔是干那大鸡鸟，伊足好食。真正足好食。伊的皮足 Q 的啊。你看伊的皮，安叫很长呢。哎，皮足香的。好 Q 呢。哦，非常赞。真正足好食。加这组有菜，啊有肉，搁有娘，搁有菜脯。伊个菜嘛都有水分的。口味、口感足济。唔够好食，哎，咱即马买5支啊，咱搁加买5支，会送一支。啊，这超只无咱搁加买5支，互送去。哎，食到后个月安尼。无啦，早转来哦，阮囝食看卖啊。差不多你看。加买5支，送一支吗？你讲台语袂？你讲台语无？阮即马买5支啊嘛。啊，因为即马最好食，我若搁加买5支，你有送一支无啊？哦，包过。安尼。台中的拢安尼啊。早转来互台北食看卖，啥物叫做台中的老爷海？会安尼圆满啊哦。圆满。安尼这集安尼圆满啊。啊。哦，人家搞他们当砖就好食。好食啊。上班足啊吧，敢一个 baby 哎，这样就好食诶。哇，拜拜哦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来等啊哦，各位朋友啊，来等，来用。哎，是讲真正好食哦。真正好食。